这个随机攻击的事件发生了后，民众拢加真有警觉心，嘛有袂少人买防身的器具。道业者讲，这几天辣椒水已经袂甲欠货，也毋过警方嘛特别来提醒，讲这个辣椒水嘛袂当随便就来使用，较免去卡着刑罚。警方嘛来提醒，讲一寡防身的方式，拢只会当暂时阻挡着攻击。面对着突发的状况，上重要的也是爱争取逃走的时间。 提防身的喷雾轻轻啊刺落，气体水喷出来，会当阻止歹徒的攻击。随机攻击事件发生后，民众提高警觉，开始随身带防身物品，希望关键时阵会当用得到。老人家安全，周围防身呢？可以啊，那个嘟起来。带雨伞跟包包。 至少这个包包可以先挡一下。看周围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，石头、脚踏车。除了雨伞甲拐仔，专家也建议会当早环境水，身躯顶的卡网甲手机啊，或者是四界拢看到的灭火器，也会当暂时保护家己。像是方便携带的防身喷雾哦，那在2天之内呢，已经有破千支的销量。业者讲，这几天啊，环境水已经袂甲欠货。 也毋过，警方也提醒，钱财使用环境水可能会违法。另外，也要注意内底成分敢有合格。辣椒水不是越辣越好，它有一些相关的测试，像辣椒素测试、吸入性毒性测试、跟眼刺激、皮肤刺激，还有喷火器闪火点的测试。有民众在车厢内乱喷防狼喷剂。 那造成民众的受伤，被依涉违法还有伤害罪送办。那强光灯对于持刀挥砍的歹徒究竟有没有防卫效果？那其实见仁见智。那讨论到警管的强光灯，警方也提醒，迄个来当暂时阻挡歹人赢，也是爱争取时间逃走，而且伫安全的所在报警，千万莫含人输赢。面对突发的状况，也是先走较要紧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